来看高雄永安区选石沙埔公园，昨暗头一个76岁生出来查甫人伫海里游水，去互3只流浪狗攻击，受伤落尾不幸渡水死亡。今仔早起，动保处嘛去现场抓流浪狗检方嘛按算讲明仔载验遗体，要进一步来了解死因。选石沙埔公园有封锁线已经无看到游动犬，初次早起兽医甲动保处人员到附近要抓前一天好亲像伫海里热国家游泳的人溺水死亡的游动犬，发现3只，啊毋过无法度活。基面是讲当地游动犬数量愈来愈侪。你啊，第一只你掠底，第二只就惊就走啊，而且阮啊，你要安怎虐啊？无才调人虐啊。地生炭啊！当地渔湾一位也是有发现游动犬2-3只，确定生份人的肥。当地里长是讲游动犬无法度减少，除了讲甲淹起来了后，甲放倒转来，上大问题是有人定期伫饲。大家来，起来，我现在土地咧饲狗呀。里长真侪该发现特定人士饲游动犬，有时要互狗仔拢牵伫遮，数量愈来愈侪。顶礼拜有民众伫同济地点险后夹着伤。应该是上半身吧，伤口还蛮多的，也不知道缝了多少针。讲你甲饲养，啊无你就带转恁兜饲啊，有够困觉，每个人都甲饲了，再来阮区里咧养。狗啊，伊有人食，伊就伫遐伫生炭。去年里来有另外一大海蟹，也有透早游泳的附近人去互游动犬热国家落落海渡水，捌无开，尾也救倒转来。把该区域为热点捕捉区域。今年迄今动保处在该等区域已捕捉浪犬51只。呼吁动保处可以跟民间团体一起呢，合力的来做当地流浪犬的节育。回放任务。动保处表示，今年这大已经抓51只，研判游动犬有人饲只牵伫遮，会加派人力巡检，也请环保局取缔饲游动犬所造成的垃圾。民众建议政府比照青岛顶移除，抓一只掩起来补助偌济钱的方式，可能较有效。记者采访报道。